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香港人实名制催案，今仔日伫个药局开始卖咯。若是伫个网络注文的民众，都爱10月12才会当领到。啊，这个香港人有这个2种的版本，一种是这个 MIT 加 MD 拢是统一印尼的正评，另外一种是 MID 印尼的正评，啊来 MD 是印尼的倒评。都今民众的母袂清楚，今仔日民众购买的时阵，药师拢真有耐性。一个一个来甲因解说。催案一个送到为药师光阴跳开，靠近这个更印果然，唔但有 MIT， 还有 MD 的字，9月24开始，也是今仔日。香港人的实名制虽然就开始卖啊，要民众相定的保障。是很相信政府啊，当然是有心有安一些啦。加上这个钢印的话，当然也是去强调，就是说大家用起来是安心的。是讲这个香港人和药师感觉加较麻烦。钢印的位置是在口罩右下角。原来香港人的版本有2种，8成港印 MIT 跟 MD 拢统一伫正评，有2成 MD 伫倒评。因为无论是哪一种，拢是合格催案。那初期还是要跟民众卫教什么是双钢印，然后双钢印的位置是不是说这个口罩蔚蓝从工厂出来的时候就能密封包好，上面注明是什么工厂品牌，甚至还有校旗。香港人的催案开始卖啊，进前卖无了实名制催案要安怎？这什么人要处理？如果把它售出去的话，每一份会拿到就是成人9片，会拿到5.5元的一个分包费啦。所以换言之，照现在的政策，它是拿不到这个所谓的分包费。那我们再会跟职中进行协调，怎么来那个补偿基层药师。伊讲店内要250片，暂时放伫药局的仓库内，希望讲赶紧收出配套的措施，和第一线药师会使卖遐困扰。